我74，43岁。80多。高早会啊，真袂歹，都好佚佗。真好佚佗。食啊做好啊，比阮兜较好。我来做这边之后很快乐，孙子都蛮大，都去上班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呐。有唱歌、跳舞啊、打鼓啊，什么都有啊，也有打球。康老师上课啊，上课啊，跳舞啊，心情啊。遐心情吼。无你家己人单厝也无聊啊。我老板20年啊，哇，就这当啊。我是在这边土生土长，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原住民。我大概做25年了。我看到老人来哦，都是坐在那边谈天呐。我就说，我有学一些舞蹈嘛，可以教他们，然后就做裙子给他们穿。欢喜做工本事，很高兴啦。看到阿嬷们这样，阿嬷大家来招，大家活领领安尼。我们从以前就住在这边，那这些活动必须要有人付出。其实我们是在收获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社区说接那个总干事嘛，我刚好是在公司当电脑方面的工作，会一点文书嘛，那就请我当总干事啊，做一做就做下来了，就是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在高龄化社会的台湾，长者的社会福利固然重要。而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照顾及关怀长者，也是政府一个重要的课题。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积极打造高龄友善温暖城市，目前共有367个社区关怀据点，提供长者相关课程，同时也有154处提供共餐服务。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共餐服务也有所改变。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荣之。因为疫情的这种蔓延哈，那原则上在整个关怀中心里面呢，那现在采取了几个方式来做一个防疫的措施。那关怀据点这个供餐用餐的部分是不是要停止？事实上我们也考量到，如果说在偏远的地区用餐供餐停止的话，那对我们长辈是相当不方便。所以说我们经过讨论了以后呢，我们原则上是以打菜的方式，让他带这个餐回家来用餐。据点里面现在就不再留置用餐。好，这个部分我想防疫的作为要做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个防疫措施的话，来保障我们高龄长辈的一个身体健康。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讲嘅欢迎收看4月28號禮拜2嘅中嘉台南電新聞。成大研發團隊結合科技、醫療加建築，設計一款移動式嘅檢疫病院，將提供政府緊急來部署。上午病院嘅原型正式以中英文對外來發表。成大校長蘇慧珍表示，所有研發過程攏會喺網站公開分享，希望透過科技防疫，和台灣嘅力量來幫助全世界。在伫成大美來館門口，一個移動式的檢疫病院，經過3天的組裝完成。上午以1比1的實體寸切向全球公開發表。會中成大校長、成大病院院長以及所有研發團隊，嘛已向市長吳偉霆說明設計概念。上要緊就是規劃醫護人員甲病人的動線分離、污水分離，佮是負荷隔離的醫療環境。毛其中俄羅斯台灣之光，世界之光。在最短的時間，成大為台灣的防疫貢獻最大的心力。我們成大以及成大醫院，還有成大設計學院建築系各位老師，大家這個絞盡腦汁，而且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能夠完成這個簡易醫院的設置。這個不是一般的醫院，這個是確保醫護人員安全以及這個病患他的一個得到最好的照護的一個醫院。成大在最短時間內能夠做出這個不僅是全台唯一、全台灣唯一，而且在世界上是獨步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很多里面的设计都是模组化，而且是非常机动化，而且是非常的环保，非常的节电，而且又是非常的安全的检疫医院。我们相信成大医院不仅是台湾之光，也是世界之光，能够对于整个新冠肺炎的防疫工作做出重大贡献。成大研发团队表示，在这摆防疫工作当中，伊用科技的防疫进行超前部署，整个检疫病院的设计到实体建造等研发过程的智慧，嘛拢会伫网络公开，欢喜甲全球分享，要用知识、用台湾的力量来帮助世界。所有的规格上网，全世界都可以抓它，可以用的。智慧财产权。抓就是提供嘛，我们用知识服务世界，就是台湾帮助世界，然后他们可以去调整它当地的温湿度，因地制宜啊，那它的材料，它厂商规，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骄傲，我们很高兴能够，而且把 know-how 公开。对，我们很高兴是在台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让台南帮助全世界。除了医学以外，最重要是科技防疫。那科技防疫的经验是可以复制，而且可以马上转职在其他的场域上。所以我想，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检疫站就是这个功能，把里面的材料加上医学加上建筑，把它组合在一起。那这其实能够做到，就是大学加上医院整个结合在一起，回馈给社会及全世界最大的贡献。目前这座检疫病院原型伫成大未来馆头前，展示到5月11号，每一天上午10点到下晡6点，会开放民众参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台湾已经连续16天无本土病例，嘛连续3天零确诊，不过面对5月1号的连续假期，游玩未当放松，所以交通部公布了景点零调的警示 App。嘛，因为台南编列了27个占全国第一，和市长黄伟哲相当不满，认为这个景点已经是倒小过，现在个公布落去，根本是咧打台南市。市长黄伟哲27号视察孔庙福建工程进度时，接受媒体访问，讲到有关武汉肺炎6都防疫工作上新的网络声量统计，台南市的好感度0.8摕下第一名。甲3份6都防疫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差不多，对此市长回应，就希望当继续努力。网络声量啦，我觉得其实做得好，对市民有交代，这比较实在。那但是网络声量是这样的，就是说讨论度或者好感度这些，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回馈到市民的这个安全上啊。希望目前为止台南的这个确诊数还是6都最少，好，那所以说我们能够希望维持这个好的成绩。那有一些作为造成市民不便的，我们特别要跟市民表达歉意。市长黄伟哲进一步表示，面对5月1号连续假期，交通部公布234位热门景点的零调实践功能，台南市阁比例27个，占各县市上济。不过伊特别前往勘察，结果根本拢无啥人。因为观光局以观光污名化台南，为愈讲愈重，批评中央甲台南市感受冤仇。交通部观光局所提示的这些检查点，我们昨天特别请这个观旅单位还有这个警察单位去看，根本就没有人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点会被列入这个检查点，甚至已经有修这个许多地方，我们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都没几只小猫，结果还被列入这个人潮聚集的检查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观光局会要跟台南市这么过不去。黄伟哲骑上6都防疫高满意度的首长向中央呛声，除了烦恼台南饼观光的生机搁被打压，面对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疫情管控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8月零售业者协助对抗肺炎疫情，都来关注市府130项的防疫酒精以外，并且伫全台137间门市拢有咧贩卖，做伙加入防疫行列。台南在地起个小北百货，为了响应支持市府的防疫政策，
除了捐赠130箱酒精作为防疫用途，另外嘛连下全台137间门市贩售防疫清洁专用的酒精。为了感谢小北百货以及坤店酒厂的善举，市府特别办证感谢状，肯定因的付出。小北百货在不在？在。文宏国际在不在？在。坤展酒庄在不在？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个贩售酒精的，不管是台酒或者其他的这个部分，都是大排长龙。那今天非常感谢小北百货、坤展酒庄、文宏国际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善行，能够捐赠这些酒精来供我们防疫使用。那这点是非常感谢的。所以说，在你要说患难见真情，你要说在疫情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性的光辉，不管是捐钱、捐口罩、捐防护衣、捐护目镜、捐这个面罩，还是捐其他的设备，捐洗手液、捐酒精，这些都让我们见证，也见识到了台南市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伫全台各地拢有门市，而且是24点钟营业小北百货，嘛真欢喜会当协助政府做伙来对抗疫情。这次是非常很荣幸，就是说市政府它因为加入防疫国家那个酒精的那个防疫的国家队，那它有一个防疫增产的政策，那我们小北百货是24小时137间全台门市配合市政府的政策，那我们所有的防疫用品在我们的小北百货也都购买得到。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捐赠只是一个抛砖引玉，那以后就是市政府跟卫生局就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企业也都会很乐意的来做帮忙协助。除了协助防疫，小北百货嘛关心绿色。消费者现在只要购买满月，小北百货就会赠送刮刮乐卡，并捐出1块协助绿色儿童，希望会当号召更侪人做伙关心绿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于南区大南路的基慢车道，因为道路缩减，加上路面标线问题，时常发生机车直接弄起的人行道事故。推出议员林美燕上午邀请市府相关单位来会勘，要求2礼拜来改善，避免事故再次发生。位于南区大南路由大东路往西的方向，原本路况是40米的汽机车分道，不过当进入体育园区，就缩小到15米。加上路面的标线阁无清楚，议员林美燕最近接到不少的民众陈情，时常发生机车为了闪避汽车，唔是弄上人行道，就是去互汽车路。冲出去啊！来到这发现袂有啊，人咧掠出去车来啊，伊嘛是爱哭起哩啊！伊选看要选弄车，还是要选个？哎呦，就安尼尔。我想在大林路上面这个路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路口，它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现有的红绿灯下面的标线不清楚，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有看到它在车道的缩短换面里面，进入到体育园区的时候，发现人行步道有2个突兀，那2个突兀常常造成就是行车人呢发现的时候缩短车道，发现的时候来不及撞上去了，所以这边有发生几件的车祸的事件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交通局还有公路局能够配合起来，包括现有的水利局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加强这个路口改善路口的一个安全。对此，议员上午邀集市府公务加交通、警察等局处来会勘。初步公务局表示，会先从人行道的斜坡来卡掉，然后加强照明。至于路面的标线，交通局嘛重新来施作。目前我们为了改善这边的交通危险状况，我们第一个先在既有的水利杆上加设路灯，那基层是在2周内就把它解决掉。那另外的人行道上有2个凸的斜坡面呢，我们会把它打掉，免得汽车撞上去哦。所以这2个动作我们都基本上会在2周内来解决。我想我们市长也非常重视这安全，我想我们会在这个样的安全原则下加快脚步把它完成。除了路面的标线加照明，另外现场嘛有水利局正咧施作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工程，预计等待完工，人行道的部分嘛会对咧来整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段一个广告过后，来关心台市轻车运奖的国际培训。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
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这摆疫情造成各行各业真大影响，对出市府嘛展开客运车运将的日语加韩语培训计划，希望在疫情的到10月期间，透过教育训练来加强观光服务的品质，嘛增加观光的软实力。为了提升台南国际化程度，提供外国旅客优先服务，市府过去就为咱市的客运车司机展开英语的课程。但若是服务到日本或者是韩国旅客，也是只会当使用英语来沟通。为了优化服务，市府观光局首次办理日语甲韩语的课程，增加司机的外语导览能力。其实台南市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尤其日本、韩国观光客也蛮多的。所以说英语、日语、韩语，在台南统统受到欢迎。那虽然现在在疫情期间，我们因为这个航线终止的关系，航线暂时停止的关系，所以说外国的观光客几乎没有。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的驾驶朋友或者让我们业者能够充实自己的职能在语言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服务态度上能够多做一些这个新的经验、新的知识的交流的话，那将来等到疫情过去了，我们很快就能够接着上手。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品质一定大幅提升，对于客人的满意度也会提高。所以不仅是英语其他的国家语言，下一个班级我们也会开其他国家语言的认证。那希望说在这部分能够让我们这个旅客也觉得方便便利，那驾驶朋友们也能够觉得很方便，增加一项这个专业的技能跟武器，能够让他们更得心应手。透过学习外语，实际帮助到业绩的提升，这也让报名参加课程的司机拢真肯定。课程上学到我们计程车蛮实用的，针对韩国客人、日本客人，还有外国客人的一些基本对待客人的那个简单的对话，对我们这些观光客的启发，可以增加我们一些收入。对。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去年来到咱市旅游的外籍游客大约是64万人，相较2018年增长20%，其中日本甲韩国的旅客更是增长3成外。所以，为了提供更好的观光体验，市府首次办理日语、韩语的课程，让客运车司机发挥在地精神，吸引更多外籍游客选择来到台南，达到国际形象的目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第50届全国机能比赛南区赛艇日前伫分家人分数顶场地来登场，今年总共51类900多位选手参加，其中伫贴砖仔比赛当中，有女性的选手可能一天贴200块砖仔，要来拼金牌，成为全场的焦点。在南区机能比赛顶场，一般民众较罕得接触的是贴砖仔，而且过去拢是男性参与。不过今年出现有4位女性挑战，突破外界刻板印象。台中劳动力发展署署长施正业嘛特别高调关心，肯定职业无分性别，行行出状元。只要愿意努力，行行都可以出状元。我也相信，在所有的过程中，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他一定能够在每一个职类成为翘楚。这次砌砖职类的比赛打破以往几乎清一色都是男选手竞逐的局面，总共有4位女选手和14位男选手一起竞赛，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其中这位就他高岗2年的女性选手，虽然生了秀气闪闪，不过因为介意挑战人生，选择投入工程，唔惊艰苦。
每一工搬砖啊、浇水、泥等等，拢爱练12点钟。伊讲工作以后，嘛是当装水水，嘛互这家训练老师相当娱乐。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差不多有12个小时都待在工厂，对。然后每天差不多砌200块砖，可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累得很开心啊。在工厂跟在外面出去玩的装扮是不一样的，在工厂就是稍微脏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出去外面会化妆，然后有时候会把眼镜拿下来戴个银眼，或者是穿裙子穿个短裤就出门。明熙的话，平常在练的话，他从早到晚都很认真的在练，而且他题目我发给他的题目，他有时候他自己会去设计自己的题目，自己做练习，也还蛮不错的，蛮认真的。开始这个无分性地，只要专业突出，赶快当行出家己的一片天。台南新闻官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以下上针对一种多囊性的腰子病，叫做泡泡癣。根据了解，这款的病症，9成病人拢是遗传，而且多数患者伫50岁左右，就因为尿道需要洗肾。对此，吉米夏中心表示，现在健保署已经针对这款的病人有条件开放新药的给付，也渴望延长腰子功能的退化。在台湾洗肾的病人当中，大约有2.4%，因为多囊性的腰子病造成尿道必须要来洗肾。虽然比例无悬，不过这种的疾病属于主体显性的遗传，必须要靠超音波或者是基因来诊断。过去并无有效的药物会用来治疗泡泡癣，一直到2014年，一种抗利尿的激素拮抗剂的上市，证实会用来减缓水泡的形成，和腰子的功能退化速度延缓3成。过去的话，针对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有效方法，那一直到2015年左右，这个药物才确认说可以有效的控制水泡生长的速度。所以如果常规的使用这个药物，目前证据是显示它肾脏功能退化的速度可以降1/3左右。对，所以目前这个药物是全世界唯一证实已经上市有效的药物。即使知道它对肾功能正常有效，在日本啊、美国他们的给付条件也都是在于肾功能快速恶化的族群上面才建议使用此药。医师强调，这种的药物会让病人出现高热。因此，爱加补充水分。另外，有大约1成的病人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必须要小心来监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2度到30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4月28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